有一個焦慮症嘅客人咧，都係俾我印象好深刻嘅。佢嚟嘅時候咧，佢係因為失眠進入恐慌，已經佢成個禮拜都冇瞓過覺，因為佢個身體好敏感，佢個身體一有啲唔舒服咧，佢就會恐慌。咁我就頭幾堂咧，我直情做一啲好簡單嘅冥想嘅方法，但係可以幫佢安定。咁結果佢第一堂翻到去咧就係瞓到3個鐘，哇！佢就已經好開心，因為佢一個禮拜冇瞓過。第二堂我教佢行路，咁然之後佢咧3日之後咧，佢失眠嘅問題就已經階段性處理咗。咁但係佢咧就好想去探索佢自己，佢就開始想處理佢嘅恐懼。咁我哋就開始進入咗去帶佢處理佢嘅焦慮同恐懼。咁佢有啲咩恐懼呢？就係佢自己係一個幫人訂機票嘅 agents。咁但係咧佢已經10年冇出過境，因為佢每次有身體嘅病痛咧，佢都好驚。咁所以咧佢係咧冇中醫喺身邊咧，佢係就會恐慌嘅人。咁所以咧佢唔可以出境，但係佢好想去旅行。咁結果咧我哋就開始慢慢去用情緒療癒嘅方法啦、潛意識清理嘅方法啦，同埋 dance meditation 啦，再加氣功啦，咁就慢慢一步一步去。咁佢首先就係先嘗試翻大陸翻咗3日，咁然之後咧，哇成功咗，然之後咧後來咧再嘗試就係泰國。佢真係好開心，佢覺得佢真係諗唔到佢可以克服到呢個困難，可以重新去旅行享受呢個歷程咁樣。咁後來一步一步，我又幫佢處理咗佢原生家庭嘅問題啦，佢面對自己個身體嘅恐懼啦，然後後來佢亦都處理佢同佢先生嘅課題啦，咁就一路向前進。依家佢係好開心，佢成個人嘅狀態係唔一樣。